減號減號減號，霧嶺奇名，粵語完整版，全篇原創，虛構，完整故事。減號減號減號。一、城邦未成之時，公元1500年，仲未有高樓、電車、海港天際線。今日嘅香港，嗰陣時只係被密林、山嶺同漁村包圍住嘅海岸地帶。喺霧嶺山腳，有個細細地嘅村落，大石灣。呢度住一個後生仔，叫黎健。佢出名三樣嘢：嘴甜又牙尖，腳快過老虎，同埋衰運爆棚。黎健平時靠喺市集賣草藥搵食，但佢心入面一直想冒險。佢中意嘅係山，係海，係未知，總之唔係賣薑鬥價嘅生活。佢唔知自己嘅命運快要被一盞燈改寫。減號減號減號。二、禁忌火燈嘅傳聞。鬼月將至，居民每年都會喺門口點燈，話可以避邪。但今年市集傳出一個新講法，大於霧嶺山頂嗰盞火靈燈，邊個敢點就可以許個願。但俾靈界應承，係福係禍就睇你做法。黎健聽到之後，好似條心突然俾人拖上山咁。佢天生就係好奇心同衝動混合體，越禁越想試。夜晚，佢偷偷拎住一盞紅燈，一路爬上霧嶺。山頂霧氣重得連燈光都散唔開。黎健深呼吸，輕聲講：大於我希望，成個天下都識我個名。佢點起火，火光突然變藍，一下子射向雲層，再瞬間熄滅。黎健呆咗一秒，然後自言自語：哇，係咪燈油太多？佢轉身落山，但佢唔知，有人暗中望住佢。減號減號減號。三、被捕的一朝早。第二朝，未到日出，大石灣已經炸咗開禁。開門，黎健，你犯禁。兩個巡邏武士衝入屋，冇得解釋，直接綁住佢嘅手。佢被押去村口，啲街坊成群咁圍住，賣魚嗰啲停低把刀，啲阿婆互相推撞想睇清楚，啲細路仔跟住喊：鬼仔黎健！有人講，佢喺山上召喚鬼嚟啦，我就知佢有一日會出事。個藍光肯定係佢搞。黎健喊住：喂喂喂，我點咗盞燈咋嘛？個藍光真係唔係我，但冇人聽，佢就咁樣被拖走送去官廳。減號減號減號。四、1500年嘅爆紅方式。嗰年代冇手機，冇報紙，冇電視，但有四圍走嘅講古佬、商船海員、茶樓八卦、江湖傳說、海盜亂吹水。到中午，黎健嘅故事已經傳遍成個沿海地區。喺漁港，有人講，大於聽講佢點起一盞藍火，嚇死山神。喺山村，有人講，大於佢同靈界傾偈啊。喺海盜窩，有人吹，大於佢放出一支藍色天火，成條龍都俾佢嚇走。黎健未審訊，人已經出名到飛起，佢想做天下知名嘅願望，實現得快得嚇死人。減號減號減號。五、審判之日，官廳內，主審係大石灣嘅嚴官莊大人。佢對住黎健敲桌：黎健，你涉嫌驚動山靈、擾民、行禁術，有咩講？黎健想解釋：大人，我真係淨係點盞。未講完，有把沉穩嘅聲響起。等等，讓佢講。一位白衣僧人踏入官廳，步伐輕得似乎連地面都唔敢撼佢。僧人講：昨夜我亦在霧嶺，那藍色之光，並非此子之手，乃是遊雲經過，偶然引動燈火。官廳一片靜，莊大人臉都變白，武士即刻低頭，村民互相望住，唔敢出聲。黎健咁大個仔，第一次感覺自己差啲俾名氣整死。即係我無罪。僧人點頭，無罪。官廳嘩然，黎健如釋重負，但僧人路過佢身邊時，輕輕講：大於你昨夜許下的願，靈界聽見了。
你想全世界識你。如今，你如願，黎健擰住，喂，唔係咁嘅意思啊，但僧人已經走遠。減號減號減號。6. 名氣帶嚟嘅麻煩。自嗰日後，大石灣無人再當黎健係普通人。有人覺得佢被靈界祝福，有人覺得佢係魔童，有人想摸佢隻手攞運，有人見到佢就走。講古佬日日嚟逼佢講細節，商人甚至用佢嘅名賣護身符。佢食碗粥都會俾人圍住問：你當日係咪睇到鬼？藍光有幾高？你而家會唔會夜晚發藍光啊？黎健嘅名越傳越誇張，漁民作歌，商旅講古，海盜吹到佢變山神二子。佢真係紅到冇朋友。減號減號減號。7. 多年之後，時間流過好多年，大石灣逐漸變成繁忙海岸，村落變大，船隻變多，世界慢慢變成後世嘅香港雛形。而黎健變成一個鬍鬚花白嘅老人，終於接受命運俾佢嘅奇名。偶爾日落時分，佢會重新登上霧嶺山，手拎住一盞普通燈。佢望住山下熙來攘往嘅村落，笑住喃喃講：大於下次許願，我一定講清楚，我要財運，唔要名氣。風把佢嘅聲送入晚霧，而喺山下，無數故事一代又一代咁傳落去。關於一個衰運後生仔，因為點錯一盞燈，俾牙叉捉，然後俾全世界講到神晒。佢唔係英雄，唔係壞人，只係一個願望講得唔夠精準嘅普通人。但就係咁，人們永遠記住咗佢，黎健，霧嶺奇名嘅始祖。